小朋友早晨，林校長早晨，呢度係玩具車場，我 K1 就最中意玩呢啲車㗎喇。呢度係圖書館，有好多唔同嘅圖書，我最中意睇小雞逛超市，真係好好笑㗎。呢度係家庭館，可以玩好多唔同嘅扮演遊戲㗎。我試過喺度扮燒嘢食，真係好得意啊！上滑梯真係好好玩啊！你睇下幾高，真係好刺激㗎！呢度係音樂室，呢度可以上音樂堂㗎。我哋會喺度唱歌、玩樂器，同埋有時會玩遊戲添啊！咁我帶你去玩下文化局睇下，入邊唔單止係有好多建構玩具，我哋仲係可以喺入面沖茶添。我喺入面沖茶真係好開心啊！我哋幼稚園嘅課堂結構同埋教學設計係根據呢一個合作學習車輪圖嚟計劃嘅。我哋安排1/4嘅時間俾老師去講解，3/4嘅時間俾小朋友去高參與、高展示，同時安排小組合作，增加小朋友溝通同埋協商嘅機會。喺過程中，我哋鼓勵小朋友互相嘅正面讚賞，讓小朋友增加咗佢哋嘅投入感同埋存在感，建立信心。透過一啲自然嘅學習語文嘅經驗，提升小朋友佢哋中英語文嘅表達同埋能力。我哋綜合性情教學係以小朋友高度參與、少等待、高度展示小朋友嘅能力為原則。小朋友能夠以完整嘅句子、唔同嘅詞彙作交談同埋討論，學識點樣去發問。當遇到問題嘅時候，係願意嘗試同埋能夠提出解決嘅辦法，提升小朋友佢哋嘅合作、溝通同埋正面思想、批判能力。如果學習語文嘅過程係有系統，同埋喺生活上常運用得到，小朋友嘅學習就會更有趣同更輕鬆啦。所以我哋設計咗一個教授語文嘅進程，由幼兒班讀睇字嘅開始，延伸到高班嘅短文章。你見到小朋友輕輕鬆鬆、自自然然咁一層一層嘅學習，學習嘅效果會更加好㗎。點樣讓小朋友更有興趣同埋信心去學習英語？最重要嘅係俾多啲時間同埋俾多啲機會佢哋接觸同運用英語。英語樂繽紛呢個活動就係透過唔同嘅形式同機會，讓小朋友接觸同經驗英語。例如，我哋會透過唱歌，讓小朋友學習英文拼音，一邊唱一邊玩，一邊玩一邊學。小朋友嘅學習係好開心㗎。人好啦，咩嚟㗎？我認真宣傳單張啊！原來你哋做緊小行動大改變活動啊！小行動大改變 ，more big changes。我哋經過感受 ，feel， 探索 ，explore， 構想 ，plan， 行動 ，do， 同埋分享 ，share。我哋學識咗點樣解決問題。我哋啲哥哥姐姐見到老人家好悶啊，就諗咗好多方法令佢哋開心。係啊，我見到佢哋做大戲，越想越傷心。
創意大獎，代表香港到台灣一個個就業分享添啊！原來我哋都做得到㗎。Yes, we can！ 聽日多元智能日啊！預細學習學有所成，多元智能添姿彩。同星期5嘅多元智能日真係好好玩㗎！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廚藝班，因為可以煮好多唔同嘅嘢食。我哋一齊嚟睇下啦！先生嘅廚藝班乜嘢啊？好好味啊！哦，點解咁好味嘅？水果雪糕啊！哇！水果雪糕好好味啊！幼兒班進行多元智能日，而家係學緊跳舞喎。係咩舞嚟嘅咧？大家估下。嚇，美人魚？返學真係好開心啊！下次再同你分享啦，拜拜。